第3日喺加里肋亞迦納有婚宴，耶穌嘅母親都喺嗰度。耶穌同佢嘅門徒都被邀請去赴婚宴。酒缺少咗啦，耶穌嘅母親向佢咁話：佢哋冇酒啦。耶穌就回答佢咁話啦：女人，呢個於我同你有咩關係呢？我嘅時候都尚未嚟到。佢嘅母親就同僕役咁話：佢無論吩咐你做乜嘢，你就做乜嘢啦。嗰度放咗6口石缸，係為猶太人嘅取潔禮用嘅。每一口石缸可以容納2-3桶水。耶穌就向僕役咁話：你哋將缸灌滿水啦。佢哋就灌滿咗啦，直到缸口。然後耶穌又同佢哋咁話：現在你哋不出嚟，送去俾司席啦。佢哋就送出去。司席一試咗已經變成酒嘅水，並唔知道係喺邊度嚟嘅。不水嘅僕役就知道啦。司席就叫咗新郎過嚟，就同佢咁講啦：人人都先擺上好酒，當客人都飲夠嘅時候，就會擺上次等嘅。但係你卻將呢啲好酒保留到現在。呢個係耶穌所行嘅第一個奇蹟，係喺加里肋亞迦納行嘅。佢顯示咗自己嘅光榮。佢嘅門徒就信從咗佢啦。此後佢同佢嘅母親、兄弟以及門徒就去到葛法翁，喺嗰度住咗冇幾多日。聖經注釋：若望敘事嘅特徵係以耶穌嘅言行嚟反映耶穌所啟示嘅真理。就好似所行嘅第一個神蹟係要表明耶穌喺新約裏面俾人類帶嚟恩寵同埋福樂，遠超過舊約所賜予選民嘅。呢一次嘅神蹟預表咗佢日後所要建立嘅恩寵之源，聖體聖事。聖母不但係耶穌生身嘅母親，而且佢喺救贖嘅工程上，亦都佔有特殊嘅地位。耶穌參加咗呢一次嘅婚宴，亦都表示婚姻將被提高成為新約嘅聖事，而且象徵咗耶穌同教會嘅結合。女人按猶太人嘅說法表示尊敬，但同時亦都暗示聖母喺救世工程上所盡嘅職務。這於你和我有咩關係？係講喺呢一件事上，我唔能夠顧人情同親情嘅關係，而應照我父所有嘅旨意時候去做。